好啦，以後今日有一些困過後啊，轉到復起來咧，呢節目嘅現場咯，吼，呢5月份啊，呢個節目嘅在內容和空間來報道嘅內容，按是來關心到呢個阿美莎吼，呢新心靈嘅空間，特別按來講到嘅呢個主題呢，是係呢個面皮嘅部分吼，用上本時間吼，可以來較後生，吼較長頭。安尼對阿金本呢，咧現場樹林者來提供大家多嘅咧好方法吼。頭先安尼已經講到咧個咧個靜態紋啦，也係講到咧個因為咧個表情紋咧度啊吼，用用辦來處理咧吼，咧度當然安尼用台體嘅基本嘅方法幫大家啲咧過後哦。當然咧個美白嘅部分，頭先咪要講到啦吼，咧美白安尼要講到，頭先講到要誒個朱砂吼。韓國呢，雷沙按多嘅方法，不過一啲對咧個熱天哦，你一部分講熱天會到嚟呢，一個熱天嘅時節，用用辦來注意韓國美白嘅方法用嚟得。一點好吼是安尼講嘛，我脾氣好，我是好啊吼，所以記得咯。所以我做啲豆腐下做那個事，幫我嘅皮膚變好，吼，聽下講啊刺激，哈，所以呢，安尼用嘅。洗面嘅東西好柔的，哈，唔好緊起屈機，哈，保養好的，你皮膚是好。過了咧，日頭按辣，不是光線按亮，按光按燒，風曬當重要，哈。啊，我記得聽過NUU 講到風曬用咩？要專門要講三式咧，5式嘅啲主題哈，NUU 講過，這是本重要。喊咧過了N式咧，式咧是當重要咯，哈。其實我係本細胞變健康，所以N式啊，維生素 B， 維生素 B 群嘅也都有東西，加是的，因為N嘅細胞膜，哈，維生素 B 當就好，過了代謝是N嘅肝咯，所以N嘅肝功能好。當然，N 身體好，過了咧，N 是講中醫時就講哈，唔好食N 因為西光嘅食物哈，頭先來講到嗰啲對嘛，像N 圈菜、我切青菜、香菜，啊，其實啦，食我會建議啦，食好多花花綠綠嘅吼，比食。唔食咧都好，係因為所以咧都其實係做得來食啦，係因為你食到幾間光間排，你食到幾餐幾頓啦，嗬，所以我會建議嗬，應食係抗氧化嘅食物，因為同你身上嘅自由基帶走，係我嘅皮膚是好，那個很多抗氧化嘅食物呢，你都是。花花綠綠嘅，哈，花花綠綠，比如講，香蕉、黃椒，哈，還有發菜，特色呢是有嘅白木耳、黑木耳，哈，係人家看到花花綠綠嘅香菜，人家講哦，一日會吃素食啊，係冇呢？七種嘅一種香菜、果子啊，係一味5種哦，所以講來食呀，比講唔食好。有當然是講我都唔好食啲啊，啲嘢講好會皮膚唔好。其實啦，吼，你是係大量之食，食有兩個因為有7種嘅兩個香菜果子，樣是好嘅，錯係，一點都會比講唔是啲還好。錯，我一定會是維他命 C 哈，維他命 C 啊，其實係幫助你啊，哈，比皮膚細胞受傷嘅修復力。所以講你本冇被刺激到你嘅皮膚表皮是受傷，所以維他命 C 係都是啦，對你皮膚都好，但是真緊咯。吼，你是水調涼的你嘅咁解檸檬片落去，有人係動用性嘅也一隻方法，我記得蛋白吼，了解啲嘅中醫師也好啦，營養師也好啊，呢度來到了現場，是為了你大家講了解講。冷水也係講一個講檸檬片咯，講做罐水來啉，因為當好，所以講到呢一隻係講用正嘅一張當簡單好方法，奇異果，當好，有當好食，所以當方便，所以啊，你
好做到喎，聽話講嘛，30歲是可以是當人做嗬，咁啊好做到咧，用識。用生活上誒，哦，你嘅個生活咯，老幾挑戰到上去咧，好輕鬆到嘅啦，好唔好衝條惡啦，唔好是啲個我叫冇聽重嘅東西，咁樣對你嘅個身體嘅一隻空間來講，應該幫助嘅下題，香港對一個面皮，來講天長一定係當好嘅，好啲當然是按對一個30歲，或者開始。按照天天咧，我哋都有保養嘅，按照我來做咧。咁個話，我頭先要提到咧，嗬，我差唔多到呢個40歲，時節按啲愛做呢一個保養嘅，嗬。糖講就冇強用，呢時節最驚嘅是按皮膚咧，嗬。俾人講鬆體氣，嗬，為按樣我結下來用地心引力嘅關係。呢時節用嘅啥咧？按要買好方法嘛。哦，呢一下嗬是講，按依普通是講啦，嗬，聽話講肉毒桿菌來打哦，嗬。料啊是台式家啲嘅，用電波拉皮哈，電波拉皮是講，你讓我鬆下來、跌下來，你後生啊是你嘅膠原蛋白哈，頭先要講到嘅膠原蛋白，呢排呀哈是上年做呢排咗，當長當 cheap，你老啲話哈，基本來睇下，就賺哈，因為流失嘛，其實我用排列用它來咧，所以你是會跌下來。電波拉皮啊，其實用嘅熱能啊，本佢當前嘅熱能，本佢用燒就本佢挺起來，挺起來，所以你樣是會達到你拉皮嘅效果。不過2年哈，台式家一天也要慢慢要談到哈，是講，哎呦，你買線哦，錯，一個就同你係從一好做，其他好做前幾年來講哈，你學西香港人家用天波嚟嘅方式來去做半日皮膚，頭先講到半日嘅，你講膠原蛋白重新來擺到下車到啊，擺到下車到，你皮膚上來是咪好正？你一部嘅西香係要冇強弱嘅。韓國你係算係應講核心嘅技術，其實嗬，呢係當老嘅技術啦，呢算係學老嘅技術。你中醫嗬是要埋線嘛，錯，係啊，像你中醫減肥當到你埋線啊，嗬，你是想喲，因為落去咯，喲，該頭嘅胃數是好爛，嚇，又好冇鬆，所以睇這個樣上去咯是用細意嘅，你。心臟開刀，心臟開刀割了，你係用線去連起來嘛？嗰時要高蛋白質線，你呢是用講嘅連心臟嘅高蛋白質線，來調上，我想辦法來變到皮膚度，嗰你跌下來鬆皮，嗰時當場你嘅衫流下來咯。假如我用3通機連起來，連起來，用一線，我對連起來，我同我跌下來嘅肉別落到你原來的位置，咁你看起來是好冷咧。哦，冷以外咧，上起來咪下後生，看起來可能後生都多哦，係前幾年面皮嘅啲問題嗬。上起來唔會少咧，嗬！按多嘅呢個方法做得來處理，唔過看特色自家本身嘅呢個狀況啊，嗬！用班來做咧，當然是要提倡大家去找呢個呢個可能是呢個一個美容師學嘅方法，也係講呢啲漢醫嘅部分來調養身體各方面，一定要找醫生，嗬！係用美容師去交代來做，樣就唔會講要其他問題產生出來，好講到了位啊，嗬！呢了位有一種呢。你個整理出來嘅你個圖啦，嗬，即係講到頭先要提到嘅呢個肉毒桿菌來講，學呢是係其他會寫4到6週日嘅一隻事件咧，嗬，你咁多愛嗌你下從頭個體呢事件過後，我堅去做。應該是看你即個希望嘛，嗬，因為聽話講，嗬，肉毒桿菌，佢係本你講解，你挑那神經啊，嗬，講，哎呦，我愛笑，嗬，講我愛皺眉，嗬，係咧，該基本嘅神經咧講解傳達，嗬，冇到肌肉來，第一步呀是要將媒介。按照乙醯膽鹼，肉毒桿菌是本嚟乙醯膽鹼
没有作用，唔会作用，所以咧，cái肉是松的，哈，不过佢係暫時嘅。長時長時唔係講緊按樣係，所以佢當健康，嚇當健康，然後唔會有問題。係時間過體是會恢復，而是單節，佢有到個作用，係，所以有做得痛。但普通是是講6年的時間啦，不過嗬，你當微笑，像我當微笑，係，你表情穩就動到嘅，係冇錯。所以咧，你可能你是會好做到嘅，做到啊，係。啊，你下睇即家打按球嘅，以後我種睇即家也有心得啦，是講你冇到6年，但你冇看到我有作文咧，走出來咧，因為家下你是有力咧嘛，錯，所以咧會建議差唔多30年我是大一度，你肌肉是摸出嚟嘅嘛，所以咧你達到我嘅經驗啦。差唔多達到5遍，係你30年大一度，但5遍以後，你打嘅量啊是減來減少，但是做的保養是做得咧好，係好。你一時講到你一間肉毒桿菌嘅部分，香港你也會有一隻講到，你嘅皮膚嘅組織嗬，假使有那個立下去嘅，你一都有問題嗬，你一上起來，你一都嘅處理方式，佢嘅你睇，你講時間效果重新比你下久到嘅呢，你嘅玻尿酸吼，同你身上因即家自然出來嘅玻尿酸強溶嘅結果，所以咧你拉下去嘅，我同佢補片，我都從你講奶水嘅師傅啦，嗬，你想辦下，你也會要摸下去，要講空揭嘅回收，你我撈佢補鼻片咯，補鼻片，你也個面看起來只會好正下好看嚇，唔係你也會一隻闊嘅會要買嚇冇啱好看嘅回收，一隻講到玻尿酸嗬，當然你個玻尿酸按樣板來做嗬，你家下陣個技術來了睇家來講到，提倡鄉親朋友啊，你根本要捨得路，假使你打電話到你節目當中來分享嘅時節嚇，你就會送本一份一定路哦，送睇什麼咧？好多兩位人來聊下家下，進到節目當中，陣個技術來聊梳理，來講一個免費嘅問題。